关系。我真是朋友，我不骗你，真是我妈一朋友。那个什么，冬眠，我先进去陪我妈去了啊。咱俩有时间再聊啊。我喜欢你这样漂亮，你这朴实，我就喜欢你这样脚踏实地，我实在。妈。这刚才那个年轻姑娘是谁呀？啊，是你们这儿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啊，刚来的。你不许跟她交往啊！年轻姑娘穿成那样，大白天的，没几个好人。人家那是工作需要，他是我们马场会所的总经理，所以经理，我没见过经理啊！啊，经理这抹着口红啊，穿着这纱窗的衣服给谁看？给大马看啊！我说不许交往就不许交往。不是。渴了，来跑半天，这唱了半天，喝水，喝水。路上。妈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老说我？成。儿子提出意见，那我就应该虚心接受。我不说，你们说。好吧，阿姨，我先自我介绍了。好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小文，今年24。再就听说，博士欧巴又帅气又有能力。谁是博士欧巴？博士欧巴，就是博士哥哥的意思。哦，上。你说。阿姨老跟我说，博士欧巴可帅气了。我今天可算是见到了阿姨。玩得开吧？人家说完了，该你说了，你说话呀。哦，那个，我叫博士啊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好的，我就是马场的一兽医。兽医多好啊！我听说啊，喜欢小动物的人可温柔呢。是啊，你想想这人，他这个小动物他都欺负，他对人他能好吗？对，我儿子心眼好。我这哪有小动物？我这全是大动物，你也都看见了，这都是大马呀。这多有男子气概啊！好，马好。我就喜欢这孩子跟我咱俩行，咱俩搭班行。对呀。你成，我坐这儿，你们说话这个不方便哈，我上外面等着去。哎，妈。